第一次到我啦。嗱，我哋而家都冇人，嗱而家咧準備做埋熱身，做埋訓練，我有心理準備做埋初賽，希望係入到決賽啦。只要自己做好啲就得㗎啦。好就尋晚講嗰啲嘢就做到㗎啦。好嗱，我而家過去做熱身先，然後咧我比完賽再影，跟住然後訓練完咧我再影過，跟住就預備出場啦。所以大家，我想同大家講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支持我個頻道。第一進，好啦。咁我哋而家去做熱身，然後訓練完咧就準備㗎啦，就輪到我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睇下我今日嘅比賽嘅成果。拜拜。好啦，而家有成啦，係咪先生？同埋上咗賽課啦。今次咧真係要認真去做好呢個嘅心理準備，然後我今日嘅初賽一定要入到決賽，所以自己唔好理咁多，就專心做好嘅準備就成功。但係要做好所講要求嘅嘢就得㗎啦。所以今個比賽咧，我比完賽咧，我就會再咁你哋睇下我初賽點，然後先再返酒店再影台。好啦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。拜拜。大家嗱，你睇我射到咩？呢個就係我嘅時間同埋游嘅項目，所以你哋唔明咧，我就幫你哋打字，然後我就今晚嘅決賽就都有嘅，所以今晚就真係要為同埋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多啲，好多啲支持，好咁返酒店見啦，拜拜。爬翻車翻去個泳池啦，啱啱頭先去完酒店轉翻做治療中，然後做咗治療，然後就瞓咗覺。今日就俾啲精神自己，嗱翻轉頭帶你去到泳池，然後講翻決賽嘅嘢，因為我有能力去答我自己。好，咁泳池見啦。好啦，而家返到嚟泳池，嗱今次嘅比賽咧，真係要更加認真，同埋要爭取呢啲嘅更好嘅成績。頭先咧，你哋知啦，或者啱啱個初賽咧都爭少少咯，只不過掂場嗰陣我就慢咗，但係我都比之前嘅成績都快咗1秒。但後尾嘅話，我大概陣間決賽嗰陣咧，總之我會明白咧，最尾嗰幾十米咧，我就衝過去掂前，咁就攞到好嘅成績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就翻去做，翻嚟都係翻泳池。但今日我哋早咗係因為我哋有比賽，冇比賽嗰啲就遲少少過嚟。好啦，嗱冇人喺度，我就去隨便去一個位置去做啦。好啦。咁我就做熱身訓練埋完，然後準備比賽再影過。好，拜拜。我哋要睇咩項目先？冇錯，第一陣間咧就會為大家送上游泳嘅項目啊，分別有男子同女子嘅 S7 100米啦、S14級100米啦，同埋男子嘅100米嘅。我哋咧即刻去睇下深圳嘅游泳池現場。我哋繼續翻去深圳龍崗，咁啊又翻嚟大運中心啦。咁啊應該咧，我哋大家都知今晚咧，我哋好幾位嘅香港運動員咧又有機會咧去爭獎牌啊嘛。先睇嘅咧就係喺100米背泳啊，男子 S14級。咁我哋其實咧呢幾日都有睇過㗎啦。咁啊包括咗咧我哋港隊嘅許家俊啦、劉思樂啦、蔡志強啦。咁啊當然啦，咪亦都會迎戰啊，就係今屆已經攞咗2面金牌嘅浙江名將嘅劉家銘啊，因為劉家銘咧就係目前嘅全國紀錄保持者嚟嘅。咁啊，而呢個全國紀錄咧，只係咧喺今日咧係較早嘅時分先至創出嚟嘅啫。
咁啊，當時喺初賽嘅時候咧，咁啊劉家銘就係佢啦，第4線嘅劉家銘，今日所創出嚟嘅新嘅刷新咗嘅新嘅全國紀錄啊，1分正秒31，來自浙江嘅。另外見到啦，5線咧有香港嘅許家俊，仲有6線啊，亦都係我哋香港嘅選手蔡志強，蔡志強啊。蔡志強咧喺 SB 14級嘅男子100米蛙泳咧，今屆已經攞咗一面嘅銅牌㗎啦。咁我哋會揀嚟咧有3項嘅游泳決賽，3項都有我哋嘅港將喺度咧，就係爭奪獎牌啊！咁啊，當然一陣間咧，梗係會有機會咧，要睇睇啊瑞林啊，咁啊會去到呢個100米嘅背泳啦。咁啊，另外亦都會見到咧，就係Jasmine 啊，吳卓欣。亦都係咧，會喺佢哋 S7級別嘅100米背泳咧，都會進入決賽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睇呢一場男子 S14級嘅100米背泳決賽。留意啦，由熒光幕下方咧就係1線啊，數上去嘅第2線有香港嘅劉思樂，5線有香港嘅許家俊，6線有香港嘅蔡志強。劉家銘來自浙江嘅選手，也是目前全國紀錄保持者。那麼他的全國紀錄呢，也是在。你話要喺呢一度爭金牌咧，難度啊認真高啊！事關呢，喺同場咧有目前全國紀錄保持者，你見到啦，零零舍舍咧贏出咗喺轉池之後贏出咗個幾身位嘅，就係4線浙江嘅劉家銘。但係見到啊許家俊呢，都貼得佢都算係幾近㗎啦。嗱，4、5、6都係有機會啊！另外而家喺下邊數上去見到啦，2、3、6、7，哇，4位嘅泳手幾乎係平排咁滯啊！ 100米背泳嚟到最後啦，咁啊接個點前，哇！而家仲係5萬秒，真係有機會再刷新自己紀錄啊！真係啊，4線嘅劉家銘58秒66，哇！犀利，1日2度刷新全國紀錄啊！咁啊，但係更加值得慶賀嘅就係我哋港隊又有牌啦，5線啊，香港嘅許家俊第2名掂前。 相當之難得啊！喺呢一場嘅男子100米背泳，當然啦，能夠目睹咧浙江嘅劉家銘咧1日2度刷新全國紀錄，兼夾咧攞咗佢喺今屆全運會嘅第3面金牌啊！先後咧贏咗男子200米自由泳啦、男子100米蛙泳啦，我哋有睇過，同埋男子100米背泳咧。 目前已經攞咗3面金牌，相當厲害啊！真係狀態大用啊，同埋咧創咗2次破埋自己紀錄，今次咧去到游到58秒66咧，真係好快嘅時間。咁啊，其實亦都恭喜曬許家俊啦！我哋喺5線咧，港隊嘅許家俊。 今日咧時間游出嚟就1分02秒55，比起佢預賽成績係快咗㗎啦，距離香港紀錄咧差1秒左右嘅啫。咁但係都許家俊嘅表現都係值得恭喜啊！第2名香港許家俊。係啦，咁啊聽到許家俊嘅名字啊，獲得咗一面嘅銀牌，恭喜晒！咁啊，而至於第3名咧就係天津嘅曹綠洲，另外2位嘅港將咧，蔡子強得第5，劉思樂啊得第6。即刻捉嚟佢哋嘅訪問，聽聽佢哋感受先。啊，而家翻嚟啦，啱啱比完決賽，今次咧嗱，我俾你睇下我個時間。 就1分08點93，都係100米背泳，就可惜都慢咗少少，都唔緊要。好彩我第一次過嚟比決賽都 OK。頭先同埋我第一次訪問咧都有緊張，但係我都直接去講就得。好啦，咁我就返房見啦，或者食飯見啦，拜拜。